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王仙芝之前的天下第一是剑神李淳罡。这位老剑神青山仗剑过广陵时，曾引领了江湖练剑的风潮。李淳罡无敌一生，很少有败绩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老剑神的4次败绩。第一次被王仙芝折断木马牛。李淳罡作为雪中江湖中500年一遇的剑仙大才，剑道天赋直追当年的吕祖，在江湖中的他罕有敌手。从出道到达到陆地神仙境前，李淳罡未尝一败，压的那一代江湖其他宗师抬不起头。而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失败，就是和王仙芝的战斗了。年轻时期的王仙芝武道天赋出色，曾经挑战了李淳罡6次，6年的时间，每年都会和他打一场，6次全部都败了。虽然失败，但是每次比试过后，他都会有所感悟。6年的时间里，境界也从金刚境一路爬到了天象。作为武夫大天象的王仙芝，此时对上陆地神仙都丝毫不惧。武道接近大成后，王仙芝第7次挑战李淳罡，而此时的李淳罡年近不惑，已经迈入了陆地神仙境，在其余手段尽出的情况下，已经是奈何不得王仙芝了。当时的他刚领悟出剑开天门，作为李淳罡的剑道巅峰，剑开天门是他最强的杀招。不过那时的他控制不住这一招的威力，没办法收放自如。他知道如果用出这一招的话，王仙芝必败，会死在这一招上。惜才的他最终没有用出剑开天门，自愿败给了王仙芝，让王仙芝折断了佩剑木马牛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李淳罡天下无敌，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。即使这次失败是他故意为之，李淳罡也知道自己的时代终究还是要落幕了，往后再想胜过王仙芝也很难了。接下来这次就是李淳罡败得最惨的一次了。在雪中悍刀行中，李淳罡无敌一生，却有过3次败绩，而这一次是李淳罡败得最惨的一次。第2次刺死绿袍儿产生心魔。自从被王仙芝折断佩剑木马牛后，李淳罡就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了。一时之间，李淳罡的心也有一丝难言的滋味。而得知此消息的丰都绿袍儿，为了能让李淳罡重新振作起来，前去挑战李淳罡。因为绿袍儿的刻意为之，败给李淳罡后，被李淳罡刺穿胸膛，误杀绿袍儿后，李淳罡的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剑道之外的感情。他和绿袍儿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，绿袍儿的父亲曾经死在了李淳罡的手里，所以他们之间的恩怨注定了两人不能在一起。为了了结这段恩怨，也为了让他和李淳罡之间这段感情有个结果，绿袍儿选择死在了李淳罡的手上。这一战看似是李淳罡赢了，实则是输了个彻底。痛心的李淳罡为了救活绿袍儿，背着绿袍儿去到了龙虎山。当时的龙虎山上有齐宣真坐镇，作为吕祖的转世，这一世的齐宣真境界极高，是个真正的神仙人物。李淳罡来到龙虎山求取金丹，希望能够用金丹救绿袍儿一命，也是因此引出了李淳罡和齐宣真之间的论道之战。这也是李淳罡境界一泻千里的导火索。自此以后，那位纵横江湖的老剑神便消失了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王仙芝之前的天下第一是剑神李淳罡。这位老剑神青山仗剑过广陵时，曾引领了江湖练剑的风潮。李淳罡无敌一生，很少有败绩。那么他又是怎么跌落境界，在听朝阁画地为牢20年的呢？第3次论道之战败给齐宣真，背着绿袍儿前往龙虎山后，李淳罡向齐宣真讨要金丹。齐宣真让李淳罡和自己打一场，打赢了就给他金丹。于是两人便开始了一场论道之战。齐宣真修的是天道，是这一世的天道杠顶人，他以自己的天道对决李淳罡的剑道，直言李淳罡的道走错了，走的不过是下乘之道，甚至要试试李淳罡引以为傲的剑道顶点，让李淳罡放出剑开天门。剑开天门一出，李淳罡依旧败了。这一败让李淳罡的心境大跌，一度怀疑起了自己的剑道，境界一泻千里，跌落到了纸悬。而绿袍儿其实早就在来龙虎山的过程中死去了，即使是要到金丹，也救活不了。心灰意冷的李淳罡离开龙虎山，遇到了随血谷，境界下跌的他以剑意和随血谷互换了一剑，两人各断一臂。此后李淳罡去到了北凉，在听朝阁画地为牢20年。第4次武帝城之战败给王仙芝。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期间，李淳罡作为他的护卫陪他一起游历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他逐渐走出了自己画的那个圈，在大雪坪悟出了绿袍儿不曾说出口的那句无悔。自此心结解开，李淳罡的剑道气息再度攀升到顶点，重新回到陆地神仙境，和徐
徐凤年去到武帝城后，为了了却心中最后的遗憾，李淳罡和王仙芝再战了一场。这个时候，剑开天门也奈何不了王仙芝了。这一战，李淳罡败了。不同于以前，这次的他败得很洒脱，终究是蹉跎了20年的岁月。和20年间不断进步，已经进入天人境界的王仙芝相比，李淳罡只是败了一筹，可见实力依旧是顶级的。广陵江头的李淳罡巅峰一战，突破天人境界。